来了，咱今仔上这个单元是气团，气团。看看后面，来，这个物件是恁伫气象报告内底吼，定定听到。后尾真是昨暗是足寒的，因为安怎？咱定听到大陆冷气团嘛，好，来了冷气团。啊，咱今仔要讲。这两个有啥物无共？啊，伊是安怎形成的？来，咱先讲先。这个气团就是，袂去用麦克，我怪的，讲起来两马跳。送上卡片。即摆咱喷口罩啊。喷口罩。喷水啊！我要蒸口罩了。其实啊，迄个玉邮局吼，阿伯你爱喷口罩，阿伯讲，哦，要求哦，领一个时间喷口罩，那么好佳哉我穿短裤，较好穿。啊，迄个阿伯伊领药啊无？迄个，你这药安怎食？啊，还有食饱2粒，啊，食饱2粒，哇，一定吞出一个，就要调理吼。吃饱2颗啦，啊，跟着食饱2粒嘛。来。针对地面的空气啊，地面哦，甲高空无关系，就是伫个地面咱地面的空气，伊的性质性质有共款，啥物性质？温度、湿度、温度跟湿度都差不多的，是把的空气，咱叫做气团。咱遮定听到的，就是，咧讲是安怎会形成讲差不多的空气，就因为这个所在做大片的，这个做大片的所在，比如说咱台湾一个岛，爱像大陆还是海洋的顶端，较大片的所在，伊也会形成这个气团。所以咱伫咱附近两个大陆的，并且有一个叫做顶后，迄个咱即摆是讲咱爱讲迄个中国，莫讲大陆因为人是国家嘛，你讲大陆到底是南极大陆还是？啥物大陆唔知所以拢爱改成中国这个有一个出版社咧翻译书的时阵伊就有获得咧，迄个甲所有的大陆改做中国这个迄本册出现，哥伦布发现新中国，要改是安尼改你若讲连气象就变咱大陆冷气团，然后变成中国冷气团，袂当全部改啦，企鹅也生长在南极中国，你若把所有的大陆都改中，所以，咱这个大陆伊名是迄个中国大陆伊包含中国、蒙古、西伯利亚，迄片的大陆，迄片的大陆。伊形成因为较足寒，所以伊形成的是冷气团。
啊，这个冷气团吼，伊除了你看冷气团就知影伊是冷的，啊，而且伊因为大陆，所以它打干冷就对了，啊，干冷。来，另外，咱的太平洋会形成海洋，啊，伊会迄个纬度算较低，所以伊较烧热，所以海洋的热气团。啊，伫海洋顶管，啊，要讲，一定是较湿啦嘛，所以是湿热的气候。湿热气候，所以影响咱的有即两个气团，你若飞起来，你就变安尼，在大陆还是台湾，所以呢，这冷气团就是这个所在，咱的暖气团就是这个所在，暖气团就是这个所在。来，我请问一下咱进行过高压啊、低压来，冷气团冷气团是高压低压，是高压低压。冷气团是高压低压，暖气团是高压低压。来，第二两个拢是高压，高压中心，无分。冷也寒，冷气团甲冷气团拢是高气压的中心，高气压的中心，这是这甲咱等下要讲的季风、季风气候有关系，是安怎的？咱是安怎会形成这个季风气候？咱寒天的时阵免讲嘛，这个冷气团较强。来，你会记无？咱高压伫咧北半球的高压气流的方向是安怎说？北半球的高压中心气流的方向怎么旋转？顺时针，对不对？会记到顺时针来，所以咱这个暖气团是高压，所以是顺时针，以较为中心，顺时针来说。所以到台湾这时阵，伊的方向是安怎？东北面来对无？就是咱讲的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在中央线内，所以造成咱寒天的时阵是射起了东北季风。所以咱北部遮迎风，迎风面拢较会落风，留甲南部风吹甲盘山过岭，吹甲南部遮落来，咱遮就无风，因为迄个水气拢落了了。咱寒天若无白落雨，佫有一个问题咱是毋是寒天的时阵空气拢无好？遮咱寒天的时空气拢无好，因为咱的东北季风甲这个气流去到遮变做一个下降的气流，所以咱垃圾的空气落来到遮下降到地面，而且咱地面摆的空气嘛排袂出去，所以咱遮寒天的时阵空气拢无好。而且空气日头较细所以温度较低，对流较无旺势，所以对流较无旺所以咱地面摆的空气沁袂去。来看热天嘞，热天就是即个海洋的暖气团在发威的时阵，所以伊温仔是正面顺时针安尼射。所以射到遮的时阵变啥物风？变做西南风。所以咱的热天吹西南风，拄啊甲寒天。虽然咱讲这个方向
东北风、西南风，但因为伊个位置无共，所以有当时啊东北风会变北风，嘛有可能变西北风。即个南风、西南风嘛有可能东风，嘛有可能东南风，因为这个也无一定是对一个所在。哦，但是咱一般来讲，就是东北甲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所以热天的时阵，咱南部的山区变做上升气流，所以就是咱热天的时阵，常常有咱讲的午后雷阵雨，咱午后雷阵雨。好，这是气团的部分。再来，咱讲风面。风面就是两个气团相拄，咱讲相拄会着接触的地方，两个性质无同的气团接触的所在，所以这两个气团，冷气团甲气团接触的所在，咱叫风面。咱有分4种，咱只会讲到3种。冷风、暖风、自由风。咱伫高中的时阵，上高中的地球科学练讲到第4种，咱叫球部风。因为球部风像进无讲，球部风较复杂，伊是2道夹着1道，3明治安尼啦，3明治安尼。咱遮嘛较少拄着球部风。咱台湾冷风甲自由风，暖风是较北边纬度较悬的所在。日本、韩国遐会拄着暖风，咱台湾足少有暖风。好，这是啥物意思？这足简单你若冷气团较强，规个较强的时阵，伊继续两个内功高手嘅比拼内力，这个冷气团的内功比较强，他就把暖气团一直推着往后退，冷气团一直前进。这叫冷风。若倒变过来，暖气团的内功较强，伊把这个风面就是因的交界面对冷气团的所在送过，这个叫暖风。所以球部风啥物意思？这应该让以此类推，球部风是啥物意思？势均力敌吗？两个得出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就会安怎？不是自由风，势均力敌就会僵持不下，僵持不下给停在原地，滞留不动，所以这叫自由风，这个自由风。所以咱冷风通常拢伫寒天的时阵发生，因为伊是风面，所以这个风面甲冷气团甲冷风来的时阵有啥物无共？你有印象？你若气象报告讲，冷风来时跟冷气团来时，有啥物共？啥物无共？既然拢讲冷，一定拢温度降低嘛，变做寒嘛，都是冷嘛。有啥无共？较上最就是会落雨的。你若冷气团来的时阵通常袂落雨。你若风面来的时阵唔係寒过会落雨。所以前一阵毋是寒过落雨，天气寒过落雨迄体感温度上无降得多。你看温度计温度较悬，但是你会感觉足寒。我迄阵伫台北读册个安尼台北的冬天规工落雨，拢飘着毛毛细雨，
嘛袂去，啊，你就感觉足寒。啊，你若无落雨，我有一个寒假时去大陆北京，到北京伫个中国北京伫个寒天的时阵，已经零下，但是落飞机吼，中昼落飞机，感觉是对无？即敢有零下？即若无咱台北十几度遐寒的，但是咱到迄个乌面吼，伊会结冰，我讲真正零下。哦，打去迄个湖面，北海啦，故宫边啊，北海迄大鱼吼，骹步大鱼吼，迄冰块哔哔哔哔，行两三步就紧摕上来啊，咱会行，搁行摔。因为安怎？大干燥，啊，搁有太阳，所以伊个温度其实是0度以下，但你感觉无台北个10几度落雨，遮尔寒，所以真正啊。应该是这方面冷风来袭所以它会落雨。啊，所以自流风拢伫个春末夏初的时阵，冷暖气团威力差不多。这一年伫个热天嘛，这一年伫个热天，啊，这伫个春末夏初，所以这封面若拄啊伫台湾上空停留一个星期，咱所讲的梅雨季节。所以梅雨季节过来咧，百姓你诚可谓拢伫咧落雨，落袂停，伊个封面拢无走。你看咱平回落雨落2、3工就走去啊，因为迄阵冷气团较强，所以会把封面一直送过。所以这个封面经过咱上空的时阵经过我们上空的时候，它就几天就过去了，几天就过去了。第三种，那叫封面，来，咱来画一个剖面图冷风会让冷气团、甲暖气团产上来、吐起来，你讲，以此类推，暖风就是迄个暖气团、暖空气把冷空气产上来，错，是安怎？暖空气和冷空气向给它，谁在下面？冷空气。冷的嘛，因为冷空气它重嘛，所以冷空气威力较强的时候，伊会把暖气团产上来，变成安尼。这个封面，冷风的导形，伊是一个尖尖的箭头，它对伊的方向，所以伊的暖空气的方向，伊安尼凸起来，暖空气上升到遮，遮就有分对落雨，这个封面是遮，伊的前进方向安尼行。好，暖风诶，暖风毋是暖空气甲冷空气吐起来，暖空气无按怎甲冷空气吐起来，伊注定伫咧顶悬。但即阵暖空气较强，会发生啥物情形？就是暖空气背离冷空气的顶悬，它爬到它上面去了，所以造成的状况就是变安尼。封面伫遮，但是因为伊是安尼撒过，所以伊的方向是安尼。这个封面，所以封面伊为半圆形，方向向伊前进的方向，就是向冷气团的方向，安尼撒过。所以遮嘛会有规片的云嘛会落雨，来。这两个图咱无共，除了方向无共之外，伊只坡度是毋是较无共？这
这个坡度比较平缓，因为这是爬上去的，这个坡度较陡，坡度较陡较平缓，形成这个云较大，范围较宽，较无集中，啊，这个云较集中，所以冷风、落雨，足紧就煞，啊会落较大。暖风的落雨，伊安怎？较侪工，较侪工。当然无自由风遐侪工啦，但是比冷风较侪工，因为这片云，这个坡度比较缓，所以这片云延散的比较开，所以会落较侪工，啊落较细，冷风落较大。来啊，自流风，伊个头会安尼交错，啊交错。你若天气图看这些，会形成自流风。啊，甲我讲的自流风会形成梅雨，梅雨就煞讲有当时会成灾。在咱有当时咱南部遮无东北季风，拢是因为北部遐的雨较平均，咱南部遮无风，无，迄落咱所有落雨拢伫咧热天，风开啦、梅雨季啦，所以咱寒天较少雨。啊，这是两边，因为安尼天气会无共，所以咱讲咱台湾会受到咧气团的影响，产生咱讲的季风气候。好，咱今仔气团封面就讲到这。好。啊，真的。